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今仔无本土病例，桃园病院11楼护理之家的采检全部拢是阴性。咱个驻美代表处又有一个员工为着武汉肺炎，驻美代表肖美琪嘛必须爱居家隔离。中国医药大学发现金蕉、葡萄、茶叶也是红酒内面有一种单宁酸，会使控制武汉肺炎的病毒。新闻一开始来看，过来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墨西哥厉害的武汉肺炎病例，今仔同款无本土病例。桃园病院11楼护理之家有采检99个人，全部拢是阴性。指挥中心嘛有上新的指示，咱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有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没有本土的个案。那境外移入的个案从墨西哥返台。那至于昨天大家关心的在布桃的护理之家，包括我们的住民跟工作人员总共99人那98人均采检阴性，那1名清洁人员目前在检验中。那今天发解基准是医师每人每日新台币，这指的是有直接照顾了医师每人每日新台币1万元，护理师护理人员每人每班1万元，负责医事放射及专任感染管制人员每人每月1万元。我们在打疫苗在1月30日起，公费流感疫苗开放全民接种。再来看玻璃桃园病院，关注感染已经有15个人患着，即马规定病院拢是高风险的红区哦。除了11楼护理之家，之前外界嘛真烦恼讲护理之家敢袂这变做是防疫的空棚。拄啊，指挥中心嘛表示讲，护理之家采检99个人全部拢是阴性哦。因为目前病院有2个人还未找到感染源，专家嘛提醒哦，基层的病院应该爱有社区传播的准备。为好玻璃桃园病院已经发生15个人感染新冠肺炎，医疗大楼全栋拢启用地做感染风险悬的红区，所以敢若甲11楼的护理之家排除。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安排护理之家采检，但是有专家认为讲，若是护理之家甲病院其他楼层是做伙用电梯，就袂当算是完全分隔。所以护理之家的人员毋但爱验 PCR 核酸检测，该加验血清抗体，才知影讲病毒敢是早就已经侵入感染一段时间。因为它的位置实在是太接近了。所以对这个地方要非常的小心那最好至少要筛一次抗体，确定这所有人都没有抗体，那大概病毒真的没有来过。另外，玻璃桃园病院新增加2个感染源不明的个案，嘛显示出依赖可能也有其他的传播链无去互发现。若是这寡病人转院了后，都有可能会带病毒去社区。建议玻璃桃园病院附近的医疗医所，拢应该提高警觉，替社区传播来提早做准备。好像不是只有一条传染链，不是那么好控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疫情说不定更早就有了，那社区的风险就会更大。专家强调讲，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有无症状、轻症甲重症，轻症患者可能直接去基层诊所就医，所以嘛建议指挥中心应该要赶紧甲新冠病毒的快筛试剂分予基层诊所，就若像是流感的快筛试剂同款，才会当量早发现疑似病例，避免空棚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的团又要过年咯，交通部是讲已经提出加严版的公共运输防疫措施，明仔载甲指挥中心开会讨论。因为桃园发生病例，真侪旅行社嘛拢取消去桃园的观光行程。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讲这段时间尽量减少移动，希望业者会使体谅，也毋过嘛毋通伤过针对引起社会惊吓。玻璃桃园病院的群聚感染扩大，冲击效应直接反映伫国内旅游。未少旅行社拢针对出团桃园的团体，无限期停团退费。针对这一波的退团潮，交通部长林佳龙发声，希望观光业者共同来渡过难关，体谅旅客伫防疫期间减少移动，也毋过也希望各界毋通过度标签化。挺桃园就是挺台湾，那没有人是局外人。在这个情形之下，只要落实防疫的措施，在台湾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不用去特别标签化特定的地区。国内疫情升悬，加上春节假期要到，
交通部证实，已经建议加严办公共运输防疫措施，焦点伫春节期间定位上用药的箱体，代替伫今年春节期间加开263列厝，当天车票拢已经卖完。高铁春节所运期加开453班次，已经卖出超过一半以上的对号座位。接放时间一定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到时要禁止饮食、停卖客票价自由座，将由指挥中心决定。加严的方案，那特别是大家关心的双铁和国道客运，有关于限制饮食还有对号座这方面呢都有具体的规划方案。交通部强调，为了避免旅客无清楚，新措施将由指挥中心统一发布。伫加严版防疫措施上路前，大众运输工区有缘维持全面挂喙罨，落实场站消毒，保持社交距离前提之下，才会当烫喙罨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驻美代表处有个一个员工去为着武汉企业有3名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外交部今仔表示，其中的一个就是驻美代表萧美琴，目前伊是透过网络来办公，这嘛是萧美琴就任后第2届来居家隔离咯。萧美琴大使，她日前因为跟这一名确诊的这个雇员有接触史，因此呢，她是按照相关的这个防疫规定进行居家的隔离远距办公。那萧大使他个人状况非常良好，他并没有任何的不适的一个状况哦。那主要就是因为接触史，所以根据防疫的规定，我们就采取这个预防性的自主隔离。驻美代表处去年底嘛有2个员工胃着病，当时萧美琴嘛居家隔离。今年美国疫情佮继续的滚价，佮加上最近拜登政府上任应酬嘛较济，驻美代表处的防疫措施，敢需要佮加强，嘛互外界是真关心。再来看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1月的上新民调显示，讲总统蔡英文跟苏贞昌支持度是1直落，蔡英文的满意度有5%，无满意的有3%，是13个月以来上低。另外，针对于美国拜登政府上任，敢会影响到台美关系，有65%个民众并未烦恼。美国政党轮替，新任总统拜登伫咧1月20日正式上任，川普时代是宣告结束。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显示，台湾人对拜登上任的担忧，甲3个月前比起来，颠倒是减少10个百分点。民调显示，有85%的民众无烦恼拜登就任了后台美关系退步，有28%是烦恼。美国国务院23嘛头一届发表和平解决6个问题，刘彦龙认为讲会减少台美关系操烦。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整个人事的布局，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一些基本的政策，看起来让大多数的台湾人感到安心。拜登以前是建制派，而建制派呢，基本上是拥抱熊猫派。这个中美经贸还有这个科技系统霸权的这个对峙之后呢，很明显的，那过去的拥抱熊猫派，现在都变成屠龙派了。最近以来，国民党嘛当咧进行反内地公投的联署，1月份的民调嘛显示，也是有6%的民众对内地政策无满意，2%的民众是满意。若是对反内地公投的态度，有5%的民众真欢喜看到反内地公投过关，有3%是反对。有人认为讲，蔡英文也是无成功说服人民接受内地，会去伤到蔡英文的声势，可能会去影响到2022的大选。国民党所推动的莱猪公投，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意见气候里面，很可能可以轻易过关，当然是对蔡政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伤害。若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民调显示，有5%一赞同，3%无赞同。有言论指出，目前台湾人对蔡英文甲苏贞昌的不满是大大的变悬。拄去年蔡英文5月份就任时阵的支持度7%，就若像样变共款落落来，所落来疫情的应变也是上大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目前是还未确定，促转会之前建议讲，三军一队会使刷到户外广场表演哦，会甲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国防部嘛回应表示讲，若是有确定的方案，就来配合办理。
中正纪念堂要安怎转型也未定案，也毋过因为文化部长利用着顶置一句抗议者立场较偏向温和，无主张拆馆甲拆铜像，引起独派团体用2件蒋介石铜像。筹专会表示，将建议国防部先将3军仪队刷到户外广场表演，毋通伫国内致敬。这个是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的选项之一，但是也有人提出说，那除了撤到户外之外，是不是也有干脆请国防部仪队整个撤离中正纪念堂？这都是选项。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跟国防部来做后续的讨论。筹专会表示，伫正式转型前，需要有过渡期的方案，而且最近一直甲文化部协调相关措施，像中正纪念堂的导览单内容做改变等。另外，3军仪队表演刷到户外，也会积极协调国防部回应，但正式定案将配合办理。只是当上敢要听，28关怀总会发声明表示，李部长你唔对啊，要求将台人凶手的铜像移除。之前大黑人在那里实在是很讽刺的，这不是啊把家属或者摆孔是受害者家患病，本地台湾人对这个也没办法忍受啊。28关怀总会表示，蒋介石到今也继续伫中正纪念堂受国家保护，接受唔知历史的游客膜拜。因要求政府将台人凶手的铜像移除，将厅堂改造台湾国际维权政治研究中心甲博物馆，纪念为台湾牺牲奉献的先贤先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第2号签署行政命令，继续川普政府的购买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企业甲产品会使优先摕到联邦政府的合约。拜登嘛，甲川普政府禁止跨性别人士中军的命令取消。前联准会主席耶伦的人事案，参议院嘛已经通过，伊嘛真做是美国史上头一位的女性在境的首长。美国总统拜登2号实现竞选承诺，签署购买美国的行政命令，加强联邦政府对美国产品甲服务的采购需求，而且伫美国行政管理甲预算局创造专职的职务来执行，透过加强投资制造业甲劳工来促进美国生产，增加工业的就业机会，而且嘛，正做行政命令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会偷偷甲车队换做美国制造的电动车。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so owns an enormous fleet of vehicles, which we're going to replace with clean electric vehicles made right here in America by American workers, creating millions of jobs, 1 million auto worker jobs. The reason we need to do this is America can't sit on the sidelines in the race for the future. 拜登的购买美国政策基本上甲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一致，毋过比即卖制度更较完整，希望伫咧疫情的冲击之下，强化美国产业的优势，减少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另外，拜登家一天嘛伫咧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废除川普时代对下性别人士做兵的禁令。根据 CNN 的统计，拜登就职6天，总计已经签署33项的行政命令。若是美国参议院2号是以84票赞成、1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前联准会主席耶伦的人事案。75岁耶伦嘛，将做美国史上头一个女性的财政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伫达沃斯经济论坛顶悬指出，中国坚持推动多边主义，协助世界走出疫情的经济危机。毋过，白宫强调讲，中国最近这几年对内更较专制，对外是伤自信，挑战美国的安全、环境甲价值观。所以，习近平的言论未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毋过会用耐心去面对，而且会继续关注中国偷摕美国智慧财产权的间谍活动。Our view, the president's view, is we need to play a better defense, which must include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for its unfair and illegal practices and making sure that American technologies aren't facilitating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白宫强调讲，拜登会等全面检讨完成了后，这个决定讲要安怎发展美中关系，嘛强调讲伊会用多边的方式来处理美中关系，结合盟友，对多方面来去阻止中国的经济滥权。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表示，讲因的疫苗对英国和南非的变种病毒拢有效果，也毋过针对南非的变种病毒抗体反应有较歹一点嘛。公司表示讲会个改进。莫德纳生技公司根据科学家伫实验室初步研究的结果，相信因家己研发的疫苗对出现伫英国甲南非等更较有传染力新的变种病毒株顶悬，拢有保护力。
莫德纳声明指出，因的疫苗对为英国内变种病毒无发现抗体反应减弱的情形，不过伫南非的变种病毒是有出现抗体减弱。科学家认为做2重也是会当提供保护力，所以来会做加重剂量的测试。My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a findings is that the virus-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the original vaccine do cross-neutralize both the UK and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but that the level of neutralization is down around 6-fold for the South African one. Because the level of virus-neutralizing antibody is still quite high, that 6-fold reduction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protection. 莫德纳的实验是用8个有做过2剂疫苗的受试者抽血做样本，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会当辨识新的变种病毒，而且甲伊对抗。We needed 2 dose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to get high levels of virus-neutralizing antibody. We don't know how quickly the antibody levels and the protective immunity lasts with any of these new vaccine constructs, right? So there is a possibility, even a likelihood, at some point down the line, we'll need a third immunization. 另外一个疫苗辉瑞 BNT 之前嘛有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因的疫苗对位英国内新变种病毒嘛是有保护力。不过其他的研究是对位南非内新变种病毒的防护力有疑虑。虽然安尼，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疫苗顾问成员嘛是宾州大学传染病专家欧菲特认为讲，就算有淡薄仔烦恼，不过并无代表讲做疫苗就拢无受到保护，伊也是会互人袂受到严重的感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香港第4波疫情是愈看愈严重。香港政府伫顶礼拜已经针对部分社区头一遍实施封区的禁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表示，这阶段的措施已经产生效果，应该暂时袂阁拖落。也毋过伊嘛知影有未少民众早一步听到要封区的风声，就提早离开社区。伊讲这部分爱阁检讨。这穿防护衫的医疗人员行来行去，香港佐敦区4条街仔路内底16个街区，顶礼拜6礼拜去互封锁，禁止出入。嘛强制内底差不多7000外的居民，伫48点钟来做病毒的检测，有13个人确诊。这是香港政府头一届推出类封城，要阻挡疫情拓开。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目前已经有看到效果，嘛发现200外个爱检测煞无去检测的人，200多個係應該接受強制檢測，喺呢個受限區域裏邊嘅居民係冇接受過強制檢測。呢個整個行動裏邊總受檢嘅人數大約係7000人。成功揾出咗咧係13個隱性嘅個案，7000人找到13個確診的個案。有專家認為成本的效益真低，不過林鄭月娥評估，安尼做會當甲感染的傳播鏈切互長。伊表示，有居民進前檢測是陰性，了後檢測出陽性，證明病毒的潛伏期真長。若有必要，無排除後日會去封區來強制檢測，嘛會為這屆封區的經驗，佫一屆做精進，也有改善。呢個行動我頭先講係成功嘅嚇。但係佢當然仍然有改善嘅地方，咁但係今次咧喺嗰個消息嘅漏咗出去咧係有少少不幸啦，咁所以往後咧我哋會係考慮呢個公佈嘅消息嘅時間。做3650戶的家庭訪問，林鄭月娥是無否認封區會讓市民感覺真無方便，嘛傳出油麻地古南或者是深水埗，可能是後一個封區的所在。不過目前未當公布後一個封區的區域，還有時間，要用獨立的方式來進行。林鄭月娥嘛強調講，有責任向北京政府爭取引進中國製疫苗。記者綜合報道。升級公司後電在2016年傳出來線交易，張念書等5位高層人士防指控講，在新營的試驗結果公布之前，就賣出1000張的股票，互檢方依照違反證交法定罪起訴，一審是互判無罪。今仔高等法院駁回2審的上訴，5個人同款是無罪。升級公司後頂2016年標出內線交易，張念珠等5位高層去向控訴講，因早就知影研發靈癌新的藥物解盲可能會失敗，因為安尼搶佇重大消息公開進前，白股避險，去互檢方以涉嫌犯證券交易法的內線交易罪來起訴，一審判無罪，檢方不服，可對張念珠提出上訴。高等法院經過2月審理了後，2日判決出來，以7月判決。被告张念慈等人被诉违反证券交易法案件，于今日宣判。判决的结果是上诉驳回，也就是维持原审关于被告张念慈、徐有功、黄秀美、廖宗志、尤承德无罪的判决。合议庭認為講，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無法度證明因佇解盲進前提早知影出事的結果，所以甲股票賣掉避險。
另外，检方还佫指出3项可能会影响到核定估价的理由，嘛去互法院裁定条件无符合，无法度构成有罪。检察官所指的重大消息，都是科学上试验的未必结果，不具有明确性以及重大性，这跟这个证券交易法所定重大消息的要件不符。无从认定被告张念慈等人有利用重大消息买卖浩鼎公司股票。这个案件，我牵连到迄当阵中建院院长洪启辉，迄当阵嘛互指控伫咧任内，基转互核定的研究专利过程当中，可能牵涉到利益的关系，去互检方起诉。毋过真恶认定伊有涉嫌污洗，佮有食钱，一审判无罪，检方无佮上诉。伊无罪脱身，即马张念祖等人也去互判无罪，专案检方还佫会当上诉，毋过会甲诉审法规定限制。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最近市场猪肉是一直咧起价，农委会嘛是强调讲价少阁算合理哦。也毋过有民进党立委指出，市猪仔的饲料、豆仔、番麦拢已经无法度进口，即马饲料已经起3成咯，主管机关应该提早来准备。国内猪仔拍卖价小，礼拜一来到10公斤76.59块。虽然农委会一再保证这是伫合理的波动当中，不过民进党立委煞希望农委会量早来应用。饲猪饲料价小一直起的危机，立委陈廷飞指出，为南美来的大豆仔玉米来起价，海运会规个一规篮球，烦恼会引发国产猪起价。要怎么样去做下一步的处理？否则，如果反映到我们猪只价格当中，而反映到我们的消费者身上，那我们有可能又会变成是另外一波的一个民生涨价的风暴。立委陈秀波指出，国内进口黄豆的价小来到10公斤17块3，是历史的关价。玉米这3个月嘛称到9块3，嘛是高点，造成饲猪成本明显提高。成长这40%的这个成本全部都在猪只的身上，所以这个反映在猪价上是必然的。面对饲料进口时间真歹掌控，农委会表示希望业者赶紧来改善，甲北美洲和其他国家来买。另外，针对全球货柜大欠，造成黄豆玉米无货柜通运，嘛请交通部来协助协调。那我们也积极来协调业者，来使用我们的散装货轮来赶快从北美的国家来做一个紧急的采购。为了要应用业界的需求，农委会嘛协调台糖进口黄豆放出8000吨，玉米的部分政府嘛会放出拍碎的糙米，或者是请农民使用替代性原料，像番薯等等。那农民想要重新使用喷来饲猪，必须要取得再利用许可证，嘛要高温来行，原则是袂改变的。记者林俊正、志成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哦，经济部公布的各行业营收的上新统计，去年台湾餐饮业的营业额是7776亿，比去年减少4.2%，是2002年以来头一遍的负成长。工作人员用酒精甲刀仔金属消毒，才个放满地。灶骹内底师傅是无用咧款料，要准备迎接中昼食饭的人客。这是台北市营业超过70年的老牌川用菜餐厅。原本餐厅平均逐个月营业额拢有1000万左右，毋过拄去年2月份新冠疫情发生较大，明显萎缩剩200多万，敢会当暂时转型来卖便当，搁捌停业3个月，一直到去年11月份才搁开始重新营业。外卖的或者是卖便当的这一类，把这个业绩稍微做一些弥补。有一段时间，很多的客人他们都不敢出来，那后来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已经在做恢复。不过现在这个新的疫情来的话，对我们来说倒是蛮紧张。经济部公布去年12月份批发小卖餐饮营收的统计，其中餐饮业的营业额是718亿，年减率是0.6%。虽讲拄到耶诞节甲买个大季，毋过因为疫情的影响，部分自餐甲活动取消，以宴会为主的业者也是负成长。若是去年全年餐饮业的营业额是7776亿，年减率是4.2%。就算下半年国内防疫做甲真好，政府嘛推出3倍券来刺激民众消费，毋过餐饮业也是无法度变盘。是2002年以来头一届看到负成长。
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从2月一直到6月的这个年增率都是负成长。那从这个7月开始呢回正，就是说我们因为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说餐饮业开始回正。但是到了12月份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尾牙取消了，所以相较于去年12月又掉到负成长。学者表示，新冠疫苗开发是渐渐普遍，这对各国疫情的控制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今年顶半年餐饮业敢是可以甲去年同款，业绩减真济，也是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又有旅游的网络平台传出有中国资金这间Klook台湾看到的网络，甲伫中国亲准看到的网络是一模一样。最早嘛发现讲公司2大股东来自中国，民间团体要求投审会应该爱处罚。也毋过台湾Klook是表示讲，总公司是设伫香港，主要的资金是来自美国甲日本，并无中国资金。中资旅行社违法！中资旅行社违法！投审会立即裁罚。银化考核要求投审会继续查伫台湾的中资旅行社。伫已有网了后，民间团体搁再野出旅游网络平台Klook背后是中国亲准Klook网络科技公司的经营。因为网络的连接发现有真高度的关联，伫亲准Klook网页的语言选择。点选繁体中文，可以转到台湾Klook，两个起来做伙看，两个网站会当讲差不多拢同款。对查因背后的股东结果，会当发现两个资金拢是来自中国国站。其实台湾Klook背后实质控制的就是深圳Klook，就是北京Klook，就是中国Klook，它就是中资。Klook2个大金主都跟中共档案高层非常有关系。第一个，中共政协沈南鹏；第二个，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孙子。民团认为中国Klook是指控制台湾Klook的情形真明确，经由卖旅游产品，中国政府真有可能借此来摕到真大量的台湾民众个人资讯，对风险袂当无注意。对此，台湾Klook是否认指控？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它完全是一个不实的指控。Klook 是一个设立在香港的公司，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美国跟日本，过去几轮的融资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而他们却把这件事情曲解，这个有一点让我们遗憾。投资人是一个外国的自然人，我们有看过他护照上的出生地，也在国外了，也不在中国大陆。台湾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或者是负责人，他其实是这个深圳公司的经营团队之一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我们的角度没有办法这么明确就认定它是啦。对登记资料来看，投审会认为无法度证实Klook台湾背后是中资，强调会请业者来说明甲亲准Klook的关系是啥物，进一步来厘清敢是有中资。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针对台中捷运断轨事件，今仔早起，台中市议会嘛到捷运机场去视察。目前日本的厂商是同意讲要换掉36基的中心线也毋过佫需要审查委员会同意。台中捷运车审登记，负责车厢组装的传奇动工，提出36基特审优化，全部换新的方案，解决牵引器无法度伫特定的角度正确来运作的问题。台中捷运嘛指出，厂商有承认装料有问题。垂直正负6度，在过去组装的时候，他们没有做得非常严谨，所以垂直不断的折，造成这个上下折的结果，造成这个断裂。新的轴心的设计跟组装要必须解决原来断裂的原因，就是上下运动的部分，要确保这个没有问题。台中捷运车审登记，到达已经停驶超过2个月。台中市纳入议员26早起去北屯机场视察了解进度。议员质疑讲，传奇动工的优化方案，伫台中捷运构筑小组的审查委员会审议都还未通过，哪会怎甲9架列车的车厢将优化特审？其中3架车已经伫轨道顶管咧测试。那么我们就好奇是，你如果检测报告都还没有，你就已经进行组装，那未来出了问题怎么办？那没有说明说这一次的这个改良之后如何解决垂直轴的问题哈？工程上结构的改变是不是能够预防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都没有提出来，是很可惜。台中捷运表示，18架列车新的车身拢已经安好设了后，还阁要做300公里正线运转的测试。测试完成了后，其中1架车会做载动运转的测试。若那事故发生的原因，还阁有改善的方案，阁要经过台中捷运事故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后，才会讨论恢复试营运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看，玻璃桃园病院的武汉肺炎疫情扩大，指挥中心嘛宣布讲5000人需要居家隔离，附近的县市嘛要加强防疫。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今仔就宣布讲，挖进桃园的南口、泰山、有新庄、树林、莺歌、三甲等6区的老人共用餐会先取消。我们希望用它清消，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在这6大区块里面。我们更会跟桃园采取同步的一样的态度，严格防疫，向老人共餐这6个区块，我们原则上在其他的区块是以外带为主，不再共餐，但这6个区块原则上是一律全部都是禁止，不再提供老人共餐。侯友宜表示这来行政区挖进桃园，所以必须要采取甲桃园同款严格防疫措施。新北市其他地区的老人用餐，也嘛会先改做便当，互因带转去厝里照。每一年原正月初6会举办的三甲清水祖师庙的地宫比赛今年嘛会先暂停。市长嘛呼吁市民过年尽量唔通去人上过济的所在。咱过来看高雄市的林武新社区的人口增加即嘛已经超过21万人。也毋过林武分局只有185个警察，社区境外民众才配1个警察，这款的比例实在是上过低了。市长陈其迈要求爱检讨，嘛讲会先派20名保安大队的警察来支援。也毋过保安大队却拢无警察愿意封调单位，最后是用抽口仔来决定，这嘛引起基层警察的反弹。21号天马光，高雄矫情一位民众伫环河路骑脚踏车，互骑机车的嫌犯对后壁抢走包包。经过调查，林武分局26号透早抓到嫌犯。近来林武分局勤务增加，分局面临警员不足的问题。市警局本来要对保大抽调20人去支援，却无人愿意去，传出要用抽签决定，引起基层的不满。签是抽了。那我们现在要在规划要怎么来派遣，还在讨论。老大的同仁大概都资深的同仁比较多，那他们现在习惯于目前的一个巡逻的一个勤务运作，担心如果派到支援人武分局会有业务办业务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情区的运作。因为这办的调度是由市长陈其迈指示，前警察局长刘伯良批准。但基层传出不满的声音了后，一度传言现任局长黄明昭下令暂停支援。市警局回应会继续甲员警协调，才做调度。黄明昭嘛表示未暂停支援。在仁武大社地区的警察勤务其实警员人数比其实是相对来讲警察的勤务非常的繁重。我也跟黄局长交代说，希望能够尽速在2周内能够把整个这个人力尽数补足。市警局坦承，人力不足的不只是林武分局，辖区内底有科学园区，也是工业区的分局，拢有因为人口增加，造成员警愈来愈无够的状况，会同步来检讨，针对人力不足的分局进行扩编，对根本解决问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东县有一寡学校，佮有派出所会开放场地，互民众来录影。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佮加上以早的开放环境常常互游客破坏，所以今年台东县的学校佮派出所就无要开放咯。开始休寒，台东县的观光景点开始出现人阵。永年伫休寒新正的期间，台东县的饭店是真恶注文，有民众都会问学校敢是要开放录影。东海岸有部分的学校为了公共服务，会开放运动场，互游客来录影。毋过，清在发生学校的物件去互破坏。去年有开放的学校就减真济，今年台东县的中小学决定无要开放校园。人力就是有困难。第二个，环境整理不容易。过去开放经验之后，整个环境的整理跟维护真的很困难。台东县教育处表示，演过开放录影，敢若收200块至400块的清洁费。毋过有一寡学校，伫咧照场地去互录影了后，要维修公物的费用比收到的清洁费还佫较济。另外，较早有部分的派出所嘛会提供场地互民众来录影，今年嘛决定冻点，以防疫为优先。本分局为配合台东县政府防疫政策，即日起，都兰派出所露营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录影区，甲部分私人的录影区，新正的期间差不多拢封住门了。
官府呼吁，今年疫情严重，已经决定取消公部门过年春节大型的活动。嘛呼吁游客去台东旅游的时阵，都要遵守中央防疫的规范，把嘴掩挂好好，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海边啊，常常有民众发生意外，海巡署专工伫花莲的海岸线设5个安全检查站，嘛提供50件免费的救生衣，予民众来使用。这是花莲区议会安检站的码头，虽然港区内袂当钓鱼，毋过站内也是有免费提供救生衣，要出海民众无论是要上海岸，还是船钓，拢会当来遮免费借。花巡人员也一直宣导，请渔民爱穿。船上有没有救生衣？有啊。他怎么没有穿起来？我会游泳啊。近年来发生多起的救生救难案件，那发现的时候发现的民众几乎都是没有穿救生衣，所以无法第一时间做一个自救的动作。出发观光客上侪会切车潭海边，因为定有小高兴，所以定发生渡水意外。虽然海巡人员一直去海保考讲游客注意安全，也讲安检站有救生衣通啊借，不过借用的意愿并不高。应该不会借。不担心风果浪，因为就在岸边这边玩一玩而已，其实也可能用不到救生衣吧。我会先看海域是不是安全的，如果是浪很大、不太安全的海域，即使有我也是不会。我不会去借，也不会下水。根据海巡署统计，花莲去年海岸线都有10件事故，大多都是钓客采集海菜、掠满载人，因为无穿救生衣被海洋光照做后淹死，所以伫北部七星潭、花莲港、盐寮、石腿坪5所在安检站发放50领救生衣，予民众免费借用，不过无强制一定爱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订带登去厝邻遮的年菜业绩有增加1成。有餐厅是表示最近阁有袂少的人拢退掉原本要去餐厅食团圆饭的订单。餐厅的头家是希望讲疫情会使赶紧受到控制，互大家会使过一个好年。一个载民众来到餐厅，要订过年包的年菜，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互原本要来餐厅用餐的民众，大部分拢改成包回去厝用餐。嘛有今年包回的年菜业绩比往年好超过1成。对啊，就带回去吃啊，带回去吃比较好啊。怎么说？比较安全吧。比较安全啊比往年询问度还要高，然后订的状况刚开始蛮踊跃的，然后因为疫情的升温因为也有一些北部的一些朋友也没有回来，所以就退订的也蛮多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蛮担心的。餐厅业者表示，离距离过年前2个月，就有消费者开始来问订年菜。虽然包的年菜业绩增加1成，但餐厅的订单嘛减少1成，一来一往业绩差不多。至于去年开会杀出来海鲜礼盒，嘛因为疫情影响，业绩有所成长。大概有600左右吧。600盒了。对。跟去年比呢，有比较好吗？有，这个疫情有差。疫情有差对。怎么说？因为有些人不能出门的啊，那就买回家自己煮啊。去年开会表示，拍开玻璃笼箱，内面的海鲜产品，拢有当家己来搭配选择，所以受到疫情影响，有民众选择不出门在厝料理。某只鱼回礼盒已经卖出600外箱，在疫情期间的销量冲出袂歹业绩。记者杨为您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关团局去年开始，甲旅馆业者合作，设一个警消医护加油站哦，或者防疫相关的人员，若是上过忝，会当暂时去旅馆歇困。自去年3月份开始，台北市设立警消医护加油站，予有接触到患者的高风险人员，会使暂时带入去旅馆，避免喂到厝内人。最主要还是那个心情呢，就是好意，就是提供给不放心的这个医护人员，那他也许家里不太放心等等，那么就有地方可以去。桃园疫情汹汹加悬，阁有大约40个病人甲陪病者对桃园步入病院刷到台北市的病院，对第一线医疗人员的信心拢是挑战。旅馆业者表示，对过去来看，需求确实有增加。根据联合病院医护人员去年的统计，拄开班时根本无人入来住。
伫5、6月份疫情较严重，有升悬。统计到12月份，计共有200挂的人次来使用。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推广，其实它实际上的使用率是没有那么的高。然后那到了其实随着疫情慢慢它其实变得比较严重之后，那它的使用率其实有明显的提高。那大概其实平均每天都会有1、2张的订单。伫遮虽然不是防疫旅馆，但消毒比较防疫标准。目前总共有6间1号加油站提供400挂间房间，互1号经销人员通用优惠价数随时入来带，避免无势力去挖着厝内人。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校长洪明基的研究团队发现，讲金蕉、葡萄、茶叶也是红酒内底的单宁酸，会使控制武汉肺炎的病毒。团队表示，单宁酸有法度来对付病毒，让病毒袂去攻击细胞。这个研究的成果嘛，刊伫美国癌症研究杂志顶头，真受到肯定。伫咧防疫期间，消毒措施是一定要有，要安怎预防疫情扩大，嘛真做重要的课题。中国医药大学研究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单宁酸会当压制新冠病毒的活性，防止病毒的感染，还有伫咧细胞内底进行复制。它会去抑制那个人的表面的那个酵素，就是 TAPRS2。那它抑制完之后，那个病毒就不会进去人体里面，它也会抑制病毒复制的最主要的一个蛋白酶，就是 mPro。那它会抑制它的活性。研究团队指出，新冠病毒需要透过人体矿物质氨酸蛋白酶质来潜入人体，另外透过主要的蛋白酶来进行复制作用。研究团队实验分析中，证实单宁酸会当压制2种蛋白质的活性，除了压制病毒进入细胞，还佫有复制作用。若是菜色果子，都有真丰富的单宁酸。现在你食物里面都有这些成分，对不对？所以是有可能。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假如你被冠状病毒感染，但是你的感染的浓度呢，有可能因为你吃的这些食物有这些单宁酸呢，是可以把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浓度压下来的。洪明基指出，单宁酸是一种转油性的多酚类，除了菜色果子，包括高粱、红酒也是茶米等等拢有。实验嘛证实，达到50微目点会当压制90%。若是需要的量，搁伫咧进一步研究当中。研究嘛刊起咧国际期刊，但是伫即马疫情伫咧滚解的时阵，也是爱先甲消毒防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瑞进部调查讲，去年全台湾税厝的家庭有100万户，也毋过有报税厝主只有31万人，有将近70万的厝主拢无纳税。早起有立委个民间团体就呼吁讲，税厝的市场应该透明化，嘛要求财政部应该提出具体的办法。根据财政部2019年申报房屋支出抵税，全台湾干那2.7万人，啊，毋过厝头家申报租人所得房屋煞有31万户，无甲厝头家申报的1/10。推动其他政绩的民团认为讲，台湾税厝的乌市已经年久月深，主要的原因就是厝头家为着逃走税，想要税厝，厝卡嘛干那会当配合。如果你房东摆明跟你讲，你租我房子，你不要去跟我申请租金补贴哦。你又知道很多人因为这样，房东都不续租给他，然后或者给他提前解约。你真的觉得这么多民众会相信我们内政部，这么相信内政部，我不要管房东，我就真的去申请吗？这件事情可能吗？立委认为讲，去年推动是价定了2.0，主要是针对房屋买卖，啊，毋过厝价一直起，厝价所得比欠悬到9.19倍，等于讲是爱卖家卖啉要10年才会当买厝，而且买厝佫毋是伫咧6都。少年人干会当税厝，啊，毋过税厝的市场煞无受到政府的重视。批评内政部甚至连掌握全台湾到底有偌济人伫咧税厝拢无清楚，建议应该推动税厝的市场透明化，嘛呼吁财政部税制改革。囤房税这一个制度呢，它是考量说提高多屋者的房屋税率呢的影响会是全国而且是全面性。那可能会影响比较大，怕会伤及无辜啦，所以必须要再审慎一点。它列入是中长期的方案。内政部回应讲，政府扫包租代管，去年成功媒合1.2万户，嘛讲税厝的市场已经大透明化。但是民团表示，大部分的弱势租金补贴也是看有食无，想要解决税厝乌市的问题，唔但爱囤房当税，佮爱配合出租减税，较单一自大的税率。记者综合报道。
伊讲白课纲实施了，对大学学测影响真侪，其中数学会分数学 A 甲数学 B 2科哦，佮加上本地科目。考试的科目会为6科增加，做变做7科哦。大考中心嘛拍算讲要甲学测考试为2天变做3天。透早7点外出门，对第一节9点20考到下晡5点10分。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2天考6科，也是体力和精神的试炼。原本紧张的点在哪里？就是可能怕人多，然后又不熟悉这个环境，然后可能会有些产生一些陌生的感觉。明年111学年的大学学测，数学要改做 A 甲 B， 加上原底的国文、作文、英文、社会、自然，每科的科目加1科变做7科。若是考试的时间无变，也是爱考2日，其中1天就爱考到暗时。有高中老师认为，若分3天考试，学生有较侪时间来准备。一天的考4科的话，前一天可能，当然考试不是在前一天准备啊，但考生可能前一天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这届是108年新课纲的第1届的考生，有老师讲，学生除了丢甘的数学 A 和 B 拢考，搁得爱考其他5科，若考3天压力就袂遐集中。也若考生这边支持考3天的和2天的拢有。多读一点书，准备明天的科目，都可能可以让他的明天的考试成绩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拉长时间是好的。尽量缩短，就像是现在的2天的话，其实就可以不要处于这么长时间处于这么紧张的状态。学测若改3天，用考场的时间变长，检测人员的成本也变重。死到恐惊，搁爱考虑报名费甘的起价这款敏感的议题，因为大考中心搁在研究，加上7月29、30就要举办学测的试办考试，高中学校是认为试办了后会有更较明确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高宝鱼肉一合粗，佮高市，以在人会用这种鱼仔来做鱼糊，好保存，佮通配饭。台南新营高野社区前一阵仔就掠着真侪这种高宝鱼哦，厝边头尾烧椒当做来炒鱼糊，做出古早味。一大群人围伫咧大大的鼎边啊，一个人也真实咧炒鱼糊，其他的人嘛斗紧鱼翅啊，大家是拢无用试试。糊高宝鱼的时阵，我妈妈咧糊，我就甲倒硬试，因为高宝吼试足济，有几人是食土特啦，无几人食高宝。高宝鱼因为鱼肉较粗，鱼翅啊较厚，较无人爱直接食。所以较早侪生活也无遐富裕的百姓，嘛是会甲掠来煎做高宝鱼酥煮汤，也是先甲鱼肉杀好熟，再搁炒做鱼糊，通好配饭食。煎高宝鱼愈来愈少啊，大家啊生活较好啊。较早是无钱哦，拢爱食这上好的。阮这善良人的囡仔对啊，就是富裕又上好。伫咧台南市新营区的高野社区，因为前新营市长陈庆泰拄好摕到真侪高宝鱼，就叫厝边头尾当做来糊鱼糊。细汉儿时的记忆啦。今天已经无人有啊啦！一定吼爱注意锅底的那个热度啦吼，我嘛做认真咧炒吼，啊嘛乌甲底，啊结果还是烧焦。虽然高宝鱼糊的制作过程真高工，鱼肉爱快炒，火嘛袂当伤严，搁爱斟酌甲鱼翅啊拢总紧紧出来。毋过大家是拢感觉真心实，将英国糊鱼糊的记忆甲古早味拢总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北门哦，饲真侪蚵仔，当地四界拢是蚵仔壳。公所就请老师来社区，教民众来用蚵仔壳创作一寡手工艺品，希望会使发展出特殊的文创商品哦，为蚵仔壳来创作新的价值。这侪作品拢是用无爱蚵仔壳做出来。台南北门区饲蚵仔的人足多，为着要解决大量废弃蚵仔壳，北门区公所嘛邀请北门蚵仔壳工艺老师王敏雄来教导社区居民用蚵仔壳来做出各种的作品。我们今年是把这个壳的这个塑造跟丝木鱼结合，做一个空气清净包。因为壳灰本身它有净化空气跟净化水质的功能，那我们把丝木鱼的造型，用不织布来塑造，然后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壳灰的清净包，它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水分，然后吸附空气中的一个臭味，然后把它分解掉。古最沙白鱼造型的作品是空气清净包，蚵仔壳有吸垃圾空气甲吸水的效果，在空污严重环境当中真实用。壳壳一般
如果把它当作是废弃物的话，那不但会影响环境，而且会制造脏乱。北门区公所办理蚵仔壳再生课程，将蚵仔壳回收再利用，唔但解决粪扫问题，文化商品创造新的价值，也会当帮助生活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庙寺拢有一寡有历史、真精彩的壁画、门神等等哦，因为拢放伫开放的空间，加减拢会受到污染，嘛真歹保存。台南市国定古迹大天后宫去年就伫壁画4颗位啊装负离子产生器，希望会使减少香烟的破坏。目前算是伫个试验哦，若是效果袂歹，嘛建议其他的庙寺来使用。庙内面民众点香拜拜是一件足正常的代志，但是长久以来，庙宇的文物像是壁画、彩绘，因此受到影响，搁加上烟害风化，和文物保存不易。为此，台南市国定古迹大天后宫去年底是一项砍污的计划，今日壁画周边装设负离子产生器，减少油烟发到壁画。油烟会聚在这个空间，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负离子的一些气流，把这些油烟啊。就是硫化物往外面带，因为目前在修复前呢，是这一堵壁画它的油烟的残留情况是最严重，所以我目前就针对这一堵壁画去做实验。这项计划由文化部文资处补助，由台南市文资处辅导台南大天后宫进行的壁画保存研究，甲拓验的计划。负离子的产生器由台湾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的教授邵清旺的团队提供，目前是属于实验的性质，运用静电的原理，代表是散发出千万粒的负离子，抵消甲空气当中的油烟、悬浮微粒结合，并且分解细菌甲病毒。房子盖了以后，那个烟氛会顺着墙壁上来，那上来以后，经过日晒雨淋，会影响到壁画的完整性。经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它的一个能够跟空气中的这个，尤其寺庙里头这些油烟的一些分子空气中这些脏污的一些离子做结合，那产生一个沉降作用，效果相当的好。台南文资处表示，台湾文化资产保存的观念、技术是已经成功接轨国际，嘛透过上新的科技保存庙宇文化资产。未来负离子的产生器若是成效良好，嘛会推广到其他的庙宇和壁画，加一层丰富。记者郑混南报道。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利用因家己开发的一种特殊的点混技术，佮加上 AI 人工智慧来重建古迹模型。若使用以前技术至少要6个月，也毋过即马1个月就做会出来。目前嘛要申请台湾佮美国的专利。网页影片，一个查某囡仔走出因厝内时代，甲新竹第6燃料厂的记忆。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机场，伫日本时代就一直到呾。新竹市府这几年启动历史现场再造计划，甲国建院国办中心合作，利用点混技术重建古迹的模样。再造历史现场不是把砖瓦堆起来，而是更重要的是曾经在这边生活，曾经在这边留下非常多深厚人文记忆的一个温度。所以同步在广场中心的这个点云运算的一个技术，也协助我们确实没有建筑图这件事情。所谓点混技术是用光照物件，得到大量3维的坐标，再甲这个点合成建构，制作一个立体的模型，再搁结合彩色数位的功能，甲正确的色水插起来，就制作仿真立体的模型。不过，即马现有的技术可能会出现色水走去或者是残影的状况。国防中心结合 AI 研发新的技术，会当改善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做到智慧的一些辨识说，点云在解算过程里面有没有错误，墙壁应该有的颜色，那么以及应该有的一些资讯，把它找出来，而且自动化的一个修正。一座上10亿点以上的这个扫描之后的建筑体呢，原本需要6个月的数位修复的时间，那通过我们技术呢，缩短到1个月。目前，这个技术已经应用伫咧新竹第6燃料厂、甲台北济东市社数位场景再造领域，嘛当伫咧申请专利，希望未来会当甲技术授权予研发的业者，协助台湾点混技术的升级。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
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报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再会。